後來最近有業者用台北大稻埕城隍文化節的名義來舉辦市集，每一台租金是15000塊。佫講動工有邀請到日本、韓國的團體來表演，但是活動的動工唔那攏無人，佫傳出這個業者甲錢款咧走。講當初招商的文宣協辦單位有台北市議員林振宇的名，林振宇是駁回講伊無授權。現場滴落雨，無看的人真難想到講，這是咧辦文化節，佇大稻埕碼頭的市集。最近有業者拍這個要辦城隍文化節名義辦理市集，攤商信以為真，結果業者敢若是錢款的做走。我們訴求其實很簡單，就是把租金退還給我們。目前我們已走司法的程序。攤商出面已經採取法律行動啊，更加提出當初社群的招商文宣。白紙黑字強調講，將有會務日韓團體來助陣，甚至閣有董事長樂團會來表演。不過到現場，啥物攏無，連台北市政府水利處的網站嘛有這個活動文宣，而且聯合主辦單位到台北市政府的原民會協辦單位嘛有台北市議員李寶忠武甲林振宇有官方背書，結果是一場空。對我們其實損失也蠻大的，含租金的話，其實超過3萬多塊。他們一直強調說大稻埕這一個觀光節人潮很多，然後又是政府舉辦、政府合作，我們做一個擺攤的，真的沒有能力去查每一件事情。林振宇辦公室嘛趕緊發出聲明，講無授權。敲電話後，李寶忠武嘛表示講完全唔知影。台北市府原民會嘛強調講，敢若是照張數爾。這擺業者以這個官方的名號，致使有人因為安尼互騙去，攤商的損失慘重，嘛唔忙講有關的單位趕緊調查清楚。